20外警消连手甲倒伫咧两层骹受伤，无法度行路的54岁庄姓查甫人，用锁仔甲伊位10公尺、3-4层楼悬的深谷救出来。 伊受困的所在周围拢无路通行，拢是杂草的山崖。伊甲警方讲，4月12日，伊一个人骑乌多摆为台中市到南投鹿谷山区的凤凰山登山，却因为无体力步入去溪谷，身躯顶阁无手机啊，用家己水电的工作经验，用随身所在的随时刀。 像安尼，甲当地村民伫咧山顶囥的水管锯开，接班高布乌，甲乌的滚踏入去水管塌掉，确定水源断去。无水通用的村民就上山来查水源，才来发现到受困10天的庄姓查甫人。 用所谓的姑婆芋的秸秆来阻断山上的水源，好让农民发现它。消防表示，一般登山受困超过10天的，拢真歹活。这个庄姓查甫人利用周边的水源和食杂草来维持性命，佮发挥水电的专长，甲水源切断，向村民上山，成功自救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